原来要去找那个历史上的伟人，明正时期知义参军陈永华的墓，陈永华夫妇合葬的墓啊，事实上是衣冠冢啊，衣冠冢啊，这条路哦一直往南，这条路一直往南哦，不要左转哦，一直往南，经过那个是南乐高的涵洞，涵洞有彩绘哦，陈永华事迹的彩绘。然后呢，再进去没多久，几十公尺而已就可以看到那个坟墓。坟墓哦，民国60年，要记哦，记一甲子60年，这样就容易记住。民国60年，陈氏宗亲会修建的，他那个墓碑是民国18年才发现的，民国18年1929年，然后那个坟墓是衣冠冢是1861呢，1681的哦，因为康熙22年说台湾是1683，哎，康熙20年陈永华之役参军过世，所以1681有那坟墓，按民国18年1929，哦，1929才发现那个墓碑，然后重建。然后民国60年陈氏宗亲会修建，然后才有现在的样子。65年台南县政府收为官有，建造那个坟墓建得很庄严，那个钱是台南县政府拨款的。陈氏宗亲会会不会是跟学姐那个陈氏宗亲会有关系？